真的很感谢你们，谢谢，真的太感谢。不好意思啊，第二首又是我的歌了，对，这是因为我来自都立部落，台东县成丰镇台11线旁边哦，然后我做一首歌叫《独立》，大家听听看哦，应该不用翻译了，因为是中文。没有关系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我们刚才练团，不好意思，再给我们一次。有点法国跟加拿大的市场。再次。没有，他刚才用到那个西班牙的那个节奏哦。突然恢复了名字。
哇，真的有差呢，16年了。以前那一句可以唱到1个小时呢。